收听5月22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界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诗篇3到4篇。诗篇3到4篇，在生活当中会遇到需要人帮助的时候吗？在那个需要求助的时候，谁是最能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仅是在那个环境当中能够有得胜的可能，更是使我们的心即使还没得胜，仍然能够有平安，甚至喜乐呢？有一位信主的朋友，他在面对他疾病的时候，当时他在人看来是经历一个极大的痛苦跟挑战，但当他开完刀的那一天，他分享他的经验。他说，当我醒来的时候，看见一道金色的亮光，听到如天使吟唱的诗歌，同时心里感受到从主来的平安，所以我能平静安稳地问医师该如何治疗。求助上帝的人经历真实的拯救，就像今天诗人的祷告，经历上帝赏赐的平安，胜过环境的艰难。那心中的喜乐呢，就好像还赢过不只是像而已，还赢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，还赢过那个收获很多资源很多的人。向上帝求助的人，在今天要获得得胜的信心。这是诗人真实的经历，也是我们今天看到诗篇第3篇第4篇好像是一个应许，因为透过他们的经历，我们也学习这样来祷告。在今天3到4篇，有人说这个第3篇呢，是大卫他求助的祷告。在面对什么样的境况下的祷告呢？是在面对当他当王，但是他遇见了他自己的儿子押沙龙竟然要叛变，而且押沙龙他在圣经当中被描述是一个长相俊美，好像很有这个帝王之相的人，而且就在那个时代，在他的生活里面，他其实是很受百姓欢迎。特别在撒母耳记下15章，其实就有描写到押沙龙谋反的整个过程。当时在当地的人，他们还挺押沙龙。或许有人会想说，他以后就要当王。然而面对到自己的百姓，自己的儿子就在那个叛变的行动当中，我想身为父亲的大卫，身为君王的大卫，心里的苦我们很难了解，但想必一定是很苦。就在那当中，今天第3篇就是大卫的祷告。大卫向上帝，向他的上主，就是我们的上帝祷告说，我竟然有这么多仇敌，有这么多人攻击我，而且他们说上帝没有要救大卫。然而大卫深信上帝是他的盾牌，是让他得胜抬得起头的。我们有一首诗歌，不就是叫我抬起头的神吗？大卫相信，因为过去到现在他曾经帮助大卫，如今他相信，从经过那个扫罗的追杀，一直到他当王，到当王了，现在竟然是经历儿子跟这些百姓的叛变。在那个苦境当中，他仍然相信，透过他的祷告，他说，我躺下睡觉，睡醒起来，上帝都保护我，而且即使在那个千万人将我围困住，我也不怕。在那样的祷告里面，我们相信其实不是真的不怕，而是将这样的惧怕交托给上帝。在今天，我们相信上帝能够帮助我们吗？当我们真实需要帮助的时候，真的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接着到了第4篇的时候，赫斯也讲到一个人他对上帝的祷告。这样的一个祷告，刚刚是晨祷，现在是晚祷。怎样的晚祷呢？他说上帝是我的辩护者，我在呼求的时候，
上帝能够在患难中来帮助我。他面对到人的这些羞辱这些虚妄的话，这些虚伪的比较，他心里想说什么时候会结束呢？在他的祷告里面，他向上帝来祷告，他知道上帝过去帮助他，如今仍然能帮助他。就好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信仰者，他自己经历开大刀，就在那个恢复室里面，上帝好像用光照他，当他眼睛一睁开的时候，看见金色的光，而且旁边好像有这个天使在唱诗歌一样。今天的诗篇就说到，有好些人说我们多么渴望承受福泽，这也是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。上主啊，求你用慈爱光照我们，但你赐给我的喜乐远胜过五谷丰登美酒满溢的享受。在这里讲到，当一个人真实经历上帝的帮助，他就好像被光照一样，那样的喜乐，即使他在那样的困难里面，他仍然知道有一位上帝能够帮助他能够用从上帝的眼光，从上帝的能力，从上帝的掌权来看见他所经历的这些患难困苦，在那样的环境中仍然可以喜乐，因为上帝能够帮助我，带我经历这个过程。更重要的是，就好像现在有很多人他晚上睡不着觉，他的忧虑烦恼好像把他困住了，让他晚上要睡觉的时候，头脑仍然在那里转啊，停不下来，心情在那里一直坏啊，让他也没有办法好起来。然而诗人，不论是大卫，不论是这个弟兄姐妹，不论是我们今天来到上帝面前，诗篇3到4篇邀请我们每一个人要来求助这位真实能帮助我们的上帝。过去的经验，现在即将要经历新的上帝的作为，让我们再次来思考，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我通常先求助的对象是谁？会不会很多时候我们求错，或者是我们没有聚焦那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的？而诗人的祷告给我们什么样的发现和反思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谢谢你让我们看见，在任何困苦、挑战，甚至在患难的时刻，透过这些信仰的前辈，诗篇当中的诗人，无论是大卫，或者是经历到主你救恩的人，透过他们的祷告，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也能够向你来祷告。即使在仇敌很多的时刻，即使在我们曾经得罪你，如今我们悔改转向你的时刻，主啊，你要赏赐相信你的人，回转向你的人的平安，就像今天的诗篇3到4篇所说的。主啊，你让我们在那患难中仍然有平安，甚至在那患难中，因为我们信靠你，我们心里有喜乐。主啊，不止如此，你还让我们经历到在那挑战患难当中寻求你的人，向你求助的人，主，你让我们能够安然进入梦乡，能够让我们安然躺下睡觉。主啊，我们也要为今天在你面前向你祷告你的儿女，如果我们在睡眠上有问题、有挑战，甚至我们真的夜不能寐，没有办法好好睡觉的人，主，我们要求主你来医治我们的心，使我们的心依靠你，我们就得帮助。因为主，你是胜过这世界的主，你是胜过死亡权势的主，你是所有问题一切的答案，也只有你能够保守我经历平安安全。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献上赞美，献上求助的祷告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很开心今天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，愿上帝赐福你，特别在遇到问题的时候，
让你想起有这位掌管万有的上帝，他真实帮助你，他能让你的心有平安，甚至让你安然好睡。我是思谦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